来会做问答辩吗？今天会认识吗？还是做对答辩呢？这让我想到我刚回来台湾的时候。什么？我说这么多人围攻，让我想到我刚回来台湾的时候，已经很久没这样。你待会会做认识还是？是，对，就像刚刚法院上面所讲的一模一样这样。为什么刚刚应该已经在法案上讲过，所以我就不太想再多说了这样。对。是想要出国散心吗？刚特别跟检察官我自己是蛮想去出国散心的这样。你知道，这2年一直待在台湾，台湾不是不好啊，只是就是也还是蛮想出国散散心的，不错啊，出国玩蛮好玩。虽然今天也很可惜，就是这疫情来了，我就可能就算我可以出国，也不代表现在就可以出国一样。对。OK， 所以你其实在这个法院在法官在问你问题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紧张吗？或者是对于自己的犯行也没什么问题，所以你觉得也没什么好紧张的？其实因为我们也不知道结果会是怎么样，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在不知道结果的情况下，就开始瞎紧张、乱担心一通，这个一点帮助都没有，反而让自己每天都很心烦这样。所以我尽量希望就自己是每天都过得越轻松越好，不要想太多。人生想太多会很累啊，你知道吗？这是多数现代人的问题，就是想太多这样。开学了，会不会怕担心影响到学业？也还好，又不是说每天都要开庭，对吧？就是学业当然一样要照样继续嘛。对，就是上大学，第一次上大学我觉得蛮新鲜的，蛮期待的，不知道大学生活是什么样的概念这样。对。安佐也去慰问馆长吗？没有办法，他太忙了这样，就因为我怕我这种层级的人，我怕我去烦他会不好意思这样，因为他算是一个我很尊敬的一个人这样，我会不好意思自己去就是烦到别人这样，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在拜访他，所以应该不缺我一个这样。拜拜。我胆子很大，对，我只要不要被抓去关，我什么都敢做。大家好，今天很特别，就是来大家体验一下什么叫做中部最有名的都市传说——咿呀沟。咿呀沟，咿呀记，恰令狗狗来这。天哪，我真的听到咿呀沟哎，蛮有成就感的吧？就是把一部电影像这样拍完，毕竟这是第一次尝试的东西，这样，就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毕竟以前没有过这种经验嘛。拍电影是需要一个付出很大努力的东西，我觉得yes， 我终于把它拍完，成功了，成功拍 OK 了，就很有成就感啊，就完成一件事的成就感吧。当时有觉得累在什么地方？因为可能有时候你可能同一个镜头你要一直拍，一直重录、重咔、重来这样，就是为了找到最好的那个这样，所以就累吧，我觉得。没有啊，你到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就靠自己啊。就是自己拍自己摸索一样，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不需要靠爸妈嘛，就算他们有经验，所以人这样，我觉得我一个人还是可以拍得好这支片。所以我应该还是会，如果有工作机会来的话，当然可以试。但我觉得我不会把自己当成演员，因为我觉得我正职应该是 YouTuber， 或者是手摇店的老板。如果你想要的话，这应该才是我正职啊。这个机会只是刚好就来了就接，也不会说我并不会觉得说我接一部电影我就变全职演员这样，那以后如果有别的电影找你演，你也是 OK 就？我觉得可以就可以，就是可以上了。我觉得剧本我喜欢我就可以拍了，因为他们那个压力太大了，你知道，他可能觉得我今天可能演不好，我今天可能就晚。我告诉你，就是有这种想法，你才会演不好，你知道？你要想要说这根本就没什么，这只是去今天有几个人拿个摄像机，然后拍你一下，你就普通演，普通回家就可以吃饭、睡觉、打比赛这样，那很轻松自然。那种不懂为什么很多人要把它搞得很紧张这样。今天又不是说你今天演得不好，你要被抓去关什么，被判个25年之类的，对不对？如果你不用面临这种问题我觉得人生其实有很多东西都可以不用那么紧张啊。所以你胆子很大。我胆子很大，对，我只要不要被抓去关，我什么都敢做。实际上就是这样子啊，一堆人把很多事情想得太有问题、太多麻烦这样，所以演戏才会演得蹩手蹩脚这样子，你知道？
你就是放着开，反正你演不好也不会有人特别怎样，顶多叫你再重补一科嘛，对不对？你演真的太烂了，他就只会叫你重拍，又不会打死你这样。今天又不是古代社会，对不对？犯个错要，对不对？没问题的、轻松自然就行。不会啊，我是从小到大去常接触团体生活，学校的人就是啊，我不是说今天自己一个人在家上课，那平常去学校上课，几十个同学，他管你家是谁啊，管你爸妈是谁啊，对不对？你今天是什么样的人，他就怎么对你嘛，对不对？我今天看你北宋，我照样揍你啊，我管你是你爸还是你妈。实际上事实就是这样啊，没有像你想象中说，因为今天是我爸我妈，然后他们就得特别对我好，没有。人际关系永远都是靠自己，不是靠别人这样子。不然你真的是靠别人，我告诉你，那人际关系是假的，假的东西永远都不是维持长久的方法，这样子，靠自己才是维持最久的方法。